Hello， 大家好，我係火火。上集同大家盤點完 Foston 睇飛行表演嘅4大靚位。如果大家之前遲咗，又或者冇去到睇，千祈唔好失望，因為喺 Foston 呢度精彩嘅節目真係一浪接一浪，簡直一年四季都有得玩啊！今集火火就要用雙腳帶大家深度發掘呢一個小鎮嘅隱藏文青同埋歷史嘅另一面。其實如果大家坐火車過嚟，直接坐到 Foston Central， 落車之後用腳行10幾分鐘，就會去到我哋今日一日遊嘅起步點 The Liss 大草地啦。全程完全唔使坐車，用雙腳就可以完美咁行晒所有精彩嘅景點。一踏入 The Liss 大草地，你就會感受到呢一個城市嘅綠洲有幾咁舒服，而且充滿咗無限嘅可能性。平時現場會有免費嘅 live band 音樂表演，好多本地人就喺呢度坐低聽足一個下晝，有時仲會有人喺呢度舉辦露天婚禮，聽住海風同埋音樂，真係既浪漫又難忘。順住草地準備行落海旁，大家一定要留意欄杆上面綁滿咗一朵一朵好靚嘅紅花。大家細心睇下，呢啲竟然全部都係當地街坊一針一針用欄親手編織出嚟嘅罌粟花。事關旁邊呢一座一戰紀念碑，就係當年數百萬英國士兵出征去歐洲戰場嘅起步點。呢條路係佢哋離開英國本土踩過嘅最後一條路。小鎮街坊每年都會自發性咁樣編織咗1000朵紅花，掛滿喺欄杆上面作為紀念，體現出英國人對歷史同埋先烈嘅尊重，真係令人非常感動。睇完令人感動嘅紅花欄杆，我哋向市中心旁邊行，喺途中就會經過呢一間本地人同火火都極力推介嘅正宗傳統意大利手工雪糕店。佢哋嘅 gelato 全部都係自家新鮮製造，最特別嘅係呢度嘅限定唔單止係指雪糕口味，更加係指季節性。因為喺英國海邊，呢類高質素嘅手工雪糕店通常冬天都係唔會開門營業噶，賣完夏天最後一機雪糕就會放假冬眠，所以嚟到呢度一定要買翻一杯，一邊行一邊食，真係非常享受。行咗大概10幾分鐘，火火就帶大家嚟到呢一間喺英國活化得非常成功、保育得非常完整嘅特色歷史建築餐廳。呢間其實係著名 Wetherspoon 旗下嘅連鎖 pub， 佢嘅前身係一座建築於1874年、擁有超過150年歷史嘅2級保護大教堂。當初出資興建呢度嘅，正正係維多利亞時代全球最偉大嘅鐵路大亨，同時亦都係 Foston 當年嘅國會議員，所以呢間 pub 就用咗佢嘅名字，好適合入嚟飲翻杯嘢或者食個 lunch。你一入到嚟，抬頭就會見到非常宏偉嘅手繪藍天白雲天花板，2樓嘅看台仲完整咁保留咗當年古董巨型管風琴，非常有氣派。而且以前2樓嘅報道壇，依家被活化成一格格好似古董書房一樣，被書櫃包圍咗嘅私密用餐包廂。最有趣嘅係呢度連去洗手間都要行入去當年嘅地下室入面。好多香港人一聽到 crypt 或者中文翻譯地下墓穴，就會聯想到係咪古老墓地，又或者係停屍間。但係大家唔使驚，火火幫大家查過歷史啦。呢度喺150年前，其實係全小鎮第一間免費幫助窮人小朋友補習嘅主日學教室。一戰時仲做過難民救濟中心添，所以呢度非但唔恐怖，反而係充滿咗歷史故事。大家過到嚟，記住行落去感受一下呢個極具神秘感嘅古建築洗手間啦。由教堂 pub 行出嚟，我哋就正式展開我哋嘅藝術街之旅。喺2002年，有一位當地嘅慈善富豪買咗舊城區90多間日久失修嘅老建築，然後用好平嘅租金租咗俾過百嘅獨立藝術家同埋小店長住。
大家嚟到真係可以隨時行入去參觀一下呢啲迷你畫廊，又或者佢哋嘅工作室，近距離欣賞唔同藝術家嘅手工作品，充滿創作活力。行入呢一間全街最紅嘅書本主題咖啡，兩邊嘅牆壁從地板一直延伸到高高嘅天花板，全部都塞滿晒密密麻麻嘅二手古董書、詩集同埋地方文學，全部都係真跡真書，甚至可以買走㗎。呢度有兩樣好過癮嘅地方。第一，你點完餐之後，侍應唔會俾個號碼牌你，而係會交一本真正嘅二手書俾你，作為取餐代號。你將書本放喺台面，侍應一陣間就會認住呢本書幫你送餐，非常特別。第二，佢哋部分嘅餐桌竟然係用黑板取替，台上面準備好粉筆，等客人一邊飲咖啡，一邊直接喺桌面上面畫畫寫字。火火嚟到呢度，當然要喺黑板上面寫翻我哋嘅頻道名閒路有聲，同埋畫下畫啦。呢個位置真係可以俾大家玩足一個下晝。玩完書本咖啡，我哋順住斜路一路向下行，就可以嚟到海邊。喺呢個藝術地圖指示牌上面呢，你可以睇到原來整個 Folkestone 隱藏咗幾十個世界級大師嘅永久裝置藝術，簡直係一個一日都行唔晒嘅無牆美術館。火火今日就幫大家精選咗3個必影嘅地標。第一個係喺火車站停車場對面嘅呢一隻巨大嘅海鷗藝術品。第二個係行入去 Harbour Arm 碼頭長廊，會見到一隻好大隻，好似卡通片跳出嚟嘅母鳥，係用嚟隱喻海邊度假嘅家庭日常，超級溫馨。而第3個最紅嘅打卡位就係呢啲喺海上面建築嘅彩色屋仔。最後我哋翻落嚟 Sunny Sands 沙灘，吹住海風做個總結。Folkestone 接下嚟7月同埋8月咧，將會迎嚟全年最瘋狂嘅盛夏節慶。大家記住 mark 低呢4大日子。第一個係7月11號，將會舉辦30週年嘅街頭大型嘉年華，到時會有接近800人着住超誇張嘅服飾同森巴鼓樂隊，由海邊一直唱歌跳舞，衝上我哋今日介紹嘅藝術街。第二個係喺呢一片 Sunny Sands 沙灘會舉辦1年1度嘅 Folkestone 堆沙大賽。第3個係7月26號，碼頭會有全城集體着住鮮紅長裙，模仿英國傳奇歌后 Kate Bush 經典 MV 嘅復古舞蹈節，全場會變成一片紅海，超級壯觀。最後一項係8月29號晚上喺 Harbour Arm 會舉行每年最大型嘅仲夏夜海濱大派對。當日除咗有海邊免費大屏幕電影、pop up 美食市集，晚上仲會上演全 Cairns 最震撼嘅跨海煙花匯演添。不過就算大家錯過咗呢啲節日，都完全唔使擔心，因為呢一個寶藏小鎮一年4季都係咁多姿多彩。就算夏天過去，我哋今日介紹嘅彩色藝術街小店、滿牆書海嘅 cafe 同埋超宏偉嘅教堂 pub 依然一直喺度。到咗冬天，海邊嘅美食貨櫃仲會貼心咁樣搬入去室內繼續營業，而且交通非常方便。坐火車到 Folkestone Central 站，用雙腳就可以完美咁行晒所有景點。無論你邊個月份、咩天氣過嚟，呢度都隨時準備好用最超嘅藝術氣息歡迎你。接下嚟火火仲會帶大家去世界各地更多寶藏地方行路有聲。想睇最新嘅廣東話旅遊攻略，記得即刻訂閱、點讚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啦。我哋下集行路有聲再見，拜拜。